南投县举办特教生的画图比赛，今年的主题是实物甲梦境，学生拢展现创意。囡仔含家己的作品翕相，笑甲心花开。南投县特教生画图比赛，即便伫咧南投国小颁奖，嘛来展览因的作品。我画的作品就是在户外吃饭。今年比赛以食米和梦境正做画图的主题，学生利用水彩蜡笔、油彩等等发挥创意，拢画甲真活泼，真侪家长把拢看甲真感动。我觉得我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然后去鼓励孩子，只要你努力、愿意，你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。他说他的作品是妈妈烤饼干给大家吃。真侪特教生表达的能力无讲真顺，官府当年拢会举办比赛，鼓励身心障碍学生用画图的方式来表达内心世界，嘛希望让社会大众看到因用心创作的成果作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